你以為劉備登基係眾望所歸，一帆風順？少年，你太年輕啦！真實嘅歷史往往比小說更震撼。喺佢稱帝前，蜀漢內部其實暗流湧動，充滿質疑同不安，唔少眾臣反對，搞到朝廷人心惶惶。面對呢種內憂外患，隨時爆發嘅政治危機，諸葛亮作為劉備最倚重嘅軍師，佢嘅任務就係喺千鈞一髮間，穩定住搖搖欲墜嘅朝局。佢究竟點樣運用非凡手腕、過人智慧，巧妙處理堆積如山嘅內部矛盾同複雜輿論，避免國家分裂呢？孔明嘅部署同說服力，佢唔單止透過深思熟慮嘅策略，成功說服所有反對佢嘅人，更將分散勢力同搖擺人心，重新凝聚埋一齊，大大強化劉備政權嘅合法性同號召力。呢個無人能及嘅政治手腕，為劉備順利登基穩固根基鋪平道路，成就蜀漢傳奇霸業。呢段歷史絕對值得你我深入探究。